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9，诗篇第6篇第2节安尼讲：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衰烂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摇摇颤。三甲来祈祷，入面阁医治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充满疼痛甲慈爱的天父，你是施恩赐福的救主，你是满有信实甲怜悯的上帝。主啊，我要亲像羊，伫你的保护甲固守下，来得到真正的平安甲欢喜，因为你用你的话来将援救我，阮就无忧动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衰烂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摇摇颤。主啊，阮伫生活的艰难中软弱，找无出路，求你指示阮着行的路。阮伫病痛艰苦的困局中，求你医治阮，互阮得到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到伊的面前摆列咱的祈祷，伊的确要怜悯咱的衰烂，医治咱的病痛甲艰苦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